咁食咗佢好短時間咧，其實都 feel 到冇咁痕同埋痛噶啦。咁咧我自己咧其實咧就會係一日食一粒啦，去維持翻佢嘅健康狀態嘅。呢一隻咧個效果咧都幾 impress 到我啦，因為我覺得咧都好快見效啦。令我不停回購嘅原因係因為食完真係冇再翻發，所以我都長期擺定幾盒喺屋企，以備不時之需。今日咧我就要同各位女仔咧講一啲比較秘密嘅 topic， 就係私密處保養。其實咧，如果當你嘅私密處咧出現異味啦、發紅啦、疼痛啦、痕癢或者豆腐渣等等嘅情況咧，千祈唔好忽視佢，因為好大機會咧，你嗰度其實已經係有細菌啦。當好多女仔發現呢個問題嘅時候咧，可能會用唔同嘅外調內服方法啦，可能係食抗生素或者係買一啲私密處嘅清潔劑啦，但係發現咧呢個問題咧都經常翻發，所以令到大家都好困擾。咁針對呢個問題咧，其實我都做咗少少研究嘅。其實呢個現象咧都好常出現喺都市女性身上啦，因為可能情緒啊、壓力啊或者成日着緊身褲等等咧，原來咧都好容易咧令到你嘅私密處咧係會有念珠菌㗎。咁幾個月前咧我就不斷去試唔同嘅 supplement 啦，咁咧就直到我遇到佢啦，我覺得咧都幾推薦俾大家嘅。咁佢咧就係 Revive 嘅私密雙導護益生菌加蔓越莓嘅配方。呢一隻 product 咧其實咧就係針對亞洲女性嘅私密處健康啦，佢係臨床實證有效可以改善私密處嘅菌叢微生態，仲可以抑制惡菌嘅增生啦，可以迅速幫你舒緩痕癢、灼痛、異味或者甚至乎係豆腐渣呢一啲咁嘅症狀嘅，同時咧都可以幫你調節你嘅情緒同埋壓力，改善壓力大同埋經期前不適嘅狀況。咁佢咧仲加咗蔓越莓配方啦，佢當中嘅高濃度 A 型前花青素咧就係可以平衡翻你私密處嘅 pH 值嘅。了解翻咧，因為咧佢係加咗600億嘅活性益生菌同埋益生元落去嘅，由註冊嘅藥劑師以黃金調配比例咧係揀咗15種優質嘅菌株嘅，配合高端微膠囊鎖菌技術，保護活菌直達腸道，提高益生菌存活率，增強你嘅私密處免疫力。如果咧你都想你嘅私密處健康冇異味，都可以去萬寧或者 Revive 嘅官網買嚟試下㗎。